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去年造成49人死亡的代替德鲁古河以外，包厢礼仪上共判7档10个月，代替的主办人员潘东义共判8档10个月。美国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通货膨胀已经转和，生利息压力降低。美国股市今仔是2档来起上济一日。前美国 NBA 球星魔术霍华德加入台湾的职业篮球站回来台湾，桃园分霸比赛的门票随同抢了了。先开始来看去年的4月7日，代替德鲁古河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法院地方法院今仔一审宣判，包厢礼仪上是共判7档10个月有期徒，代替法院公务单的主办人员潘东义共判8档10个月，是9个被告内底共判上重的一个。代替泰鲁国号浪车失事造成49个人死亡，刑事一审的部分，昨日伫花莲地方法院宣判。李义祥听完宣判，行出法院，无愿意接受访问，甚至走互媒体热。会觉得判太重吗？判决内容包厢李义祥涉犯过失致死判5年，违反政府采购法判3年，合并执行7年10个月。代替花工单主办工程师潘东义涉犯过失致死判4年10个月，伪造文书判4年2个月，合并执行8年10个月。联合台地监造主任李进福涉犯过失致死判4年6个月，刑事业务定在不实判2年10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2个月。伊讲花文好调书逃走的部分被判无罪。联合台地安卫人员张济富财判4年6个月，中验顾问专案经理郭国进判4年2个月。李义祥合股的林中清判2年8个月，当新营造负责人黄冰河判2年6个月，当新实际负责人黄文丽判合并执行10个月。出庭听宣判的部分罹难者家属对判决无法度接受。49条人命等于他其实才1条人命是1个多月，我相信不止我们不能接受啊，应该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那其实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下面就是铁轨，会有火车经过。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会觉得说，那因为他过失致死，法官也是判无罪，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明明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李义祥予人依照过失致死罪处分，伊讲花文浩甲李义祥伫调书逃走的部分被判无罪，家属无法度接受。法院地检署要阁提起上诉。李义祥肇事逃逸无罪的部分，以及被告华文豪过失致死无罪的部分，检察官均会提起上诉。律师讲，肯定法院伫每一个判有罪的刑度，拢有到相对较悬的情形。不过也是主张希望用杀人罪来论处，也希望立法院会当对过失伤害等罪的法定刑度进行修法。家属会继续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今仔办便当节，所有主管拢去活动的现场斗宣传。德鲁古河受害家属是质疑讲，代替选伫宣判的即天办便当节，实在是真超过。家属是讲，因无法度接受。请启动。因为疫情，去年停办代替年度重要活动便当节，伫疫情了后盛大开幕，交通部长代替以及主管拢到场参加。不过同一时间，花莲地院宣判泰鲁国号1审，其中代替花莲工务团主办工程师潘登义，因为过失致死等罪，合并8年10个月，是9个被告当中上重的。我也看过他们的判决，的确也很重哈。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判决也让我们台铁局对于安全改革更要重视。因为你一个疏忽，虽然判是几年的刑，可是有49位的罹难者。交通部表示尊重地院判决，也因为代替这重大的事故，该赶紧公司化解决。对家属质疑，代替无心思关心判决，也搁伫同一天举行便当节活动。代替局长杜伟表示，代替便当是为民国38年开始就卖中青商品，是属于代替重要副业。未来公司化收益也是重要一部分。未来台铁局会面临一个转型会转化成台铁公司。那在台铁公司的规划里面，副业这一块呢，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代替强调太鲁阁事故了后，内部已经加强安全改革，公司化了的副业占比目标要达到30%以上，对代替公司财务结果和公司永续经营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政府伫股市开盘之前公布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7.7%哦，嘛是今年1月以来上低。即马联准会暂时唔免赶紧，要搁继续升利息来控制通货膨胀咯。今仔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是起超过1200点，嘛是2冬来哦起上济一日。今仔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起超过5.5%。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指数嘛分别是起超过7%甲10%哦，三大指数拢是疫情跟战争以来起上济一日，嘛影响到台湾股市今仔嘛大起，是起503点，嘛冲破14000点咯。再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今仔是来举办明年景气的研讨会，而且明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无法度超过3%咯，上济大概是2.91%。明年的全球经济嘛无法度上过乐观，因为有上济无确定的因素咯。在今天在去举行研讨会公布明年预测经济成长率，除了无保三，只有2.91%，比去年还阁减少0.54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出口跟投资没有像今年那么好，不过内需那个部分，就是在消费那个部分可以期待，因为前2年的基底确实是比较低。台经院表示，受台湾防控措施慢慢解放，明年内需消费会支持规个整体成长，只是受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升悬，将咱市场需求较弱，企业投资的态度也较保守，互国内外科技大厂拢下收资本支出，甲然后建厂，这因素拢造成明年出口日头较长好。另外，汇率方面，台经院预估明年新台币换美金会落伫31.68块，比今年修正了的汇率变达1.68块。不过，议员爱国观察美国下个月升利息的速度。美国的利率政策可以知道美元未来会怎么走，那台币相对来讲会怎么走？就央行来看的话，台币如果会贬，央行也会让它贬，但是不会贬那么就是过去我们央行常讲动态稳定。展望2023年，台经院预估全球经济除了延续今年下半年较弱的态势，还佫继续面临地缘政治、金融波动等因素考验。这样台湾经济是的成长也是落差，有缘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20269例本土病例，有62个人死亡，137例中重症。针对11月2日投票防疫规定，王必胜是强调讲，指挥中心未提供确诊名单予地方的选务单位，现场嘛未接受确诊者投票的检举哦，这拢是由地方的卫生局来负责。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确诊病例，本土病例有20269例，那境外移入有37例。本土病例的部分跟上周五相比哦，降低了7278例，那也减少了26.4% 哦。有关这62位的本土死亡的个案里面，那其中较年轻的有2位，那第一位是40岁的女性，那这已经接种了3剂疫苗。那有直肠的恶性肿瘤，那另外一位49岁的女性也是接种3剂疫苗，那有气喘、糖尿病史。有关我们这个快筛剂的这个扩大发放，哈，那我们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国小学生，哈，那大概就是6到12岁的这个国小学生，这些都会在11月21号以前，那配到各校。那这个低收跟中低收的部分，那数量我们会依据这个造册的这个数量，那我们把这个快筛那寄到县市的这个社会局或公所，那再由这个县市政府再协助发放。那也是要请国人配合投票日的防疫措施。我这边有2点要特别说明。第一点哦，不管是指挥中心或者是地方卫生单位都不会提供确诊者的名单给选务单位。好，第二个。我们不会在投开票所去受理所谓违反隔离规定的检举。
来看咱国内防疫的放令哦，11月初7开始，确诊者的相关接触者就唔免隔离，只需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也毋过指挥中心是发现讲，有将近6000个人，因是伫11月初那是神经了确诊，隔天才通报，所以伫今仔中昼之前会发解释，或者的确诊者来进行补抗力。新冠本土疫情较长后，国内防疫措施慢慢放零。为11月初7开始取消确诊者接触者居家隔离，全面采用0+7自主防疫。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清早发现，11月初6经过医师视讯诊疗，隔天才通报确诊者有将近6000人，所以会专案补库的接触者，11早起会发送简讯连接给确诊者写相关的资料。他的同住家人可能。当时是有选3+4，好，所以现在就是会再发，今天11点以前会再发简讯给这些确诊的个案。不过，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未过发送接触者居家隔离通知书，然后请假或者是申请保险需求的民众，应使用作为新冠病毒健康证明系统，或者是健康靠做 App 申请接触者隔离证明。虽然令上紧这个月会放令，伫外口沿免外催暗，下个月还佫可能进一步开放食喜酒，每一道沿敬酒。有医师就建议，厝内底后喙足族群的老大人或者是细汉囡仔，应该减少参加这种的聚会。如果说你家里是有脆弱的族群需要保护的，或是说有未满6岁的小孩哈，那你可能就要斟酌考虑一下，要不要自己去参与这些逐桌敬酒的一些习俗啦。医师强调，最近虽然出现新型变异株，好加在患者大部分是轻症，个人自然感染加第3期疫苗对加注射率有7%，有一定的群体免疫。不过建议民众也是爱过来洗手，保持良好的卫生关系，才能降低新冠流感者的喙烂手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团控告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还有一关署长周志和独立高端疫苗。国民党立委李德维甲部长是互相呛讲，最后一定会有人互抓去关。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批评李德维无应该滥用立委言论免责权，我认真咧做代志的基层。施瑞元嘛强调讲，司法诬告的行为并无伫立委言论免责权的范围内。那爷最近一直伫热高端争议，指控高端违反合法 EUA 附加条件，请卫福部依法撤销高端 EUA。针对疾管署承认高端有9成保护力的报告，是疾管署家己分析的。那爷批评卫福部监考官做枪手，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卫福部长施瑞元，甲疾管署长张志和道理。参考书这个形容啊，这叫做不伦不类。难道老师也可以下去帮忙学生考试吗？连一个部长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政务官真的不配再做下去。我不希望他被关，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再做了。面对国民党强烈质疑政府护航高端，施瑞元强硬地表示，伊毋是互任何人欺负的公务人员，伊甲告伊的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两个人有一个人会互抓去关。行政院长苏贞昌10日到立法院备询前，受访问的时阵，挺施瑞元，爱李德维唔通乱用立委免责权，抹黑认真做代志的基层。立委有言论免责权，讲话不用负责，但也不应无限上纲，抹黑基层公务员，抹黑认真做事的人，尤其对于科学证据、专业判断，也不应无限扭曲，而且滥用司法资源。对于进入司法的这种诬告的行为，不在言论免责权的涵盖范围里面。针对蓝营呛绿营护航高端，是为了解救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选情。施瑞元颠倒问，请问是谁去过的？是谁的选情有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暗总统蔡英文参加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陈文平造势暗会，警方伫现场查到人摕一支假证，嘛以妨碍公务罪移送法办。另外，今仔有一份针对桃园市选情的民调，显示讲国民党的张善政是领先，也毋过哦，阁有将近3成的选民还未表态。
总统蔡英文出席民进党同市长候选人陈文平造势晚会，警方伫活动开始前发现一个24岁性感的查甫人正可疑，当场查到玩具底枪一支，随家逮捕，以妨碍公务罪上班。陈文平也表达对警方甲维安人员的感谢。选举的最后关键阶段，那因为前几个月国际上也发生日本安倍晋三首相的不幸事件，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维安都会加强一点。选战愈来愈晚，各党候选人拢尽全力伫拼选战，除了大型造势活动，也有沿路拜票。选战的维安也引起关心。国民党张善政对关键真快速处理表示肯定，也讲到警力应该拼治安。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清昌的呼选造成维安压力。最近有这个台版柬埔寨事件的这个发生，所以警力不应该花这么多在辅选的维安，而应该真的花到刀口上，也就是把治安做好，让我们的民众放心。民众党赖香莲甲无党籍陈宝清早起也未针对维安做回应，不过选前剩最后14天，根据盖洛普公司公布宏观民调显示，国民党张善政以31.24%的支持度，领先陈文平的25.77%。值得注意的是，有将近3成的选民也未做决定，这原来是影响最后选举结果的决胜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客家庄透早发生枪案，议员的服务处竞选总部有一间工厂，计共是封开88枪，嫌犯阁还未抓到。本地请假投入选战的台南市长黄伟哲临时取消早起副总统赖清德来台南辅选的行程，强调讲会先以市政为先。国民党的候选人谢龙介就批评讲，台南已经真做是枪支之都了。台南车站发生重大枪案，嫌犯对客家某一间科技公司，还有议员候选人的服务处，拢总开88枪，引起地方惊吓。代志发生到达超过24点钟，虽然警方强调讲已经锁定嫌犯犯案的路线，不过到达同款也未抓到人。他有从市区骑机车过来，然后当天3点多犯案以后是往大概是有上化还有安定的地区逃逸。那目前我们专案小组紧锣密鼓铺天盖地，我们目前派遣所有的动员所有的警力，在分区来追查当中。警察无用咧抓嫌犯，对查枪嘛引起治安的疑虑。市长候选人嘛拢趁机会攻击执政的问题。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在一透早去市场拜票，就拼说攻击市长黄伟哲。黄市长，你所用的人，所托非人嘛，你叫人借人，古早人讲请鬼摕药单就足严重啊呢。伊是请鬼来医病的，台南市再不轮替啊。除了成为庆忌之都以外，还会更沉沦。若找10请假开始投入选战的市长黄伟哲，因为发生重大枪案，在一透早本地副总统赖清德要来辅选，嘛已经取消。921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总统选举，各大阵营也都减少或取消选务行程，但到最后还是恢复了。所以说，我们当然在这1-2天内选务行程减少，这个市长可以请假，但是市政不能放假，所以说。我们市政行程还是要照走。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台南地检署甲警察等咧侦办，针对最近发生真侪治安事件，会特别注意各地头的治安。检察官、警察甲调查局会尽全力维护安全。即阵阁剩15天就要投票啊！若阵即件枪案未赴伫选举进前破案，台南市长黄伟哲恐惊会互骂甲臭头。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对逼出国民党找人偷去陈市长的面册粉砖无良公关提出告诉。伊嘛指控讲，这粉砖甲陈市长团队关系是真好。也不过陈市长今仔早起是爱市议员，唔通搁硬拗咯。黄珊珊嘛批评国民党的相关团体对伊抹黑。蒋万安团队是搁在针对高端疫苗的采购提出质疑。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头三阶段，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11去北投沿路扫街拜票，针对国民党议员徐卡新提告无良公关粉砖抹黑，暗指国民党找人偷袭陈时中行程，甲这个粉砖甲陈时中的竞选总部关系真好，陈时中个反击。这个事情对我们进总来讲，我们是一点接触，我一点了解，什么都没有。好，硬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哈，我还是觉得。
大可不必了哈，可以休矣哈，应该可以停的了。蓝豆绿、绿豆蓝，两个不断的用各种方法想要把对无所不用其极的做这些事。蓝营里面也有类似的侧翼做过很多，把我也抹黑，不是吗？所以重点是抹黑别人本来就是不对的。拿力高会黄珊珊讲是标准的拿力恶斗，要真正拿赢边的人我有家己。另外，前亲民党文宣部副主任吴坤玉无到3港补选，佮点名台北市长郭文泰是选战上大空棒。黄珊珊强调，无人是空棒。国民党继续拍高端议题，指控高端疫苗采购牵涉国安应该排除中资在内底。按过高端日期临床试验，索找有中资的公司处理。这问是高端地政不部，也是卫福部地政有关违法采购疫苗。2022年去年4月就已经合并变成入资公司，可是高端疫苗的采购时间是在5月28号。换言之，在采购前，这个 Choice 这个公司，也就是这高端的分包的公司，就已经为入资了。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指控政府将高端疫苗看作是国安产品，按过国安议题拄着高端的登换，这项疫苗数据可能予中国掌握，是要如何抗中保台呢？要求检调爱彻底对查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昨暗是去宜兰辅选。郭文泰讲，国民党的林姿妙、民进党的江聪恩，民众是要安怎选？选项有差吗？郭文泰嘛讲，宜兰是民主圣地，宜兰人今年投票的时阵，受到陈定南敢袂感慨咧？宜兰县民要是选县长的时候，不感慨吗？怎么会变成是这样？就说一个林姿妙，一个江聪恩。那你要怎么选？选哪一个有什么差吗？来到宜兰辅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看到宜兰县议会建筑有真侪感慨，伊表示讲，宜兰人今年投票想起苏当时陈定南，敢会有感慨咧？一个是国民党林姿妙，一个是民进党江聪恩，要安怎选？呼吁选民唔但爱选新的，要阁爱选对的。那么他们的候选人已经沦为国民党候选人的侧翼，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慎重的。把这一部分来揭露，让民众来了解。民进党伫10月批评讲，民众党以台湾来徛名，郭文哲说事上咧话讲两岸一家亲，实在是背骨台湾。而且民众党陈婉慧事上用无实在的资料来批评江聪恩，支持民众党就跟支持国民党同款。这个没有什么好回应的啊。我们唯一县民的唯一支持林姿妙，林姿妙很认真很努力啊，为宜兰打拼呀。林姿妙率咧来参加县府的活动行程，利用行政优势面对绿白之间的对价。林姿妙讲，这无啥物好回应的，县民拢会支持伊，伊会骨力认真来替宜兰拍拼。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云林县的国民党候选人张丽仙，今仔早起，甲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嘉义县长候选人王玉敏做伙做势，强调讲台中云林嘉义连线共同施政。民进党的云林县长候选人刘建国，今仔早起是去口湖扫街拜票。一个在今日后尾菜市啊，热情和民众一一问好。云林县长国民党候选人张丽仙，在和上午下体感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嘉义县长候选人吴玉敏，希望会当延续中部7县市开予地理平台运作，互更侪资源会当共享。有很多事情这么多年来，2、3年来开过很多次会，都能够迎刃而解那因为至少是公共治理那公共治理就是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大家沟通协调，共同来发声。张丽仙表示，县府真侪施政和规划，拢会经由中区地理平台来做讨论。嘛希望继续和台中市政府合作，互更侪选民来支持。至民进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刘建国，在和一下早是选择在云林口湖乡进行扫街拜票，希望以政见得到民众的认同。口湖冷面中心会当建立完成，互咱的建设会当提升，会当来争取到地方自治权益，会当来照顾到咱的地区时代，就拜托各位时代会当来支持。选举今年最后半个月。民进党候选人刘建国继续扫街拜票，亲历各地基层，希望借由政见去中间选民的认同，嘛感受到乡亲的支持。至张丽仙就讲，伊为顶个月24号展开20乡镇的完整说明，目前已经巡回13乡镇，看到乡亲的热情支持，互伊对选战有信心。记者为你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伫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见面。白宫嘛宣布讲14这天两个人的会谈。白宫嘛强调讲美国会向台湾通报会议的内容。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中美双方拢有继续在沟通。印尼巴厘岛下礼拜就要来举行 G20 20国的集团峰会。伫这个时阵，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会来举行道边会面，正受到关心。白宫伫7日宣布，两个人上任了后，头一遍会面会伫10时来上场。白宫嘛表示讲，会甲台湾简报因两个人会面的内容，通互台湾对美国的支持感觉较放心。I'm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feel very secure and comfort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our support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hich does commit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ing we're providing the articles for Taiwan's defense. 这两个领导头人会针对维护甲深化美中的沟通管道，负责任来管理竞争，也佫有双边的利益做伙来拍拼，包含台湾的议题在内，来做敲切，也佫有讨论。中国外交部伫7日强调讲，望拜登政府唔通过硬拗一中的原则来干涉中国的内政。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实，因两个人伫过去担任副手的时阵就捌会面。不止个，美中的关系专家讲，美中关系甲即马完全无同，目前的风险也是真悬。This in-person opportunity is a really important one to begin laying those kinds of guardrails to ensure that we have crisi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to make sure that thi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doesn't turn into catastrophe. 拜登伫白宫坐位了后，因两个人已经5摆通话。拜登嘛强调讲，美国袂伫咧对台的原则顶悬做根本的让步，美中双方会伫咧会谈顶悬来表示家己的红线底线，嘛会来判断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发生冲突，抑佫要安怎来化解无共的对立。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美国，即阵是受到风台尼可影响，受过所在拢造成灾害，已经有4个人死亡，有33万户停电。热带大风泰尼可侵袭福州、南带托纳海波，强风大景。尼可7日以1级大风泰威力定调，早出1点钟就降做热带风暴，不过已经将真侪厝吹入去大西洋。It's starting to go down now, but that's my backyard. My neighbor lost his place. It's just part of living in Florida, you know. 气象预报尼可会伫美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落大雨，伫南岭山脉落雨量上悬150毫米。福州67郡至少45郡是伫咧紧急状态，不止真侪社区饮水停電，也有人因為電火條倒去地死。Winds have been the main concern with the cold, but we've also seen heavy rains that have resulted in 3 to 5 foot of storm surge in some areas. You do have downed trees, you have power lines, you have some road washouts. We're ready and we have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whatever post-storm needs. 在现在起，乔治亚州、南卡甲北卡罗来纳州甲大西洋中部可能会有山洪爆发，南卡甲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甲维吉尼亚州东部可能出现大雷雨甲烈风。再起落雨范围拓甲华盛顿特区甲费城，中昼左右影响到纽约，下晡影响到新英格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最近面册出现跋筊的选举赌盘哦。昨高雄警方抓到一个人头的口罩，屏东县嘛发现讲有人利用境外网络互民众来博。警方嘛注意讲，敢是有人要利用赌盘来影响选情。伫屏东已经抓到一个选举的赌盘，嘛查到缴金90多万。屏东县警方拢入去透天厝内底，抓到6合彩网络博缴、甲选举赌盘的经营者，也佫找到幕后的主谋，总共抓到56个嫌犯。选举伫要到啊，面册顶悬最近出现县市首长罗杜甲民调的选举赌盘，伫北部甲南部已经有民众罗杜，警方也佫咧清查金额甲人数。他在网站上都有开出这个比较跟社会险不相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赔率，来吸引赌客下注。
警方表示，这个网站拢是来自境外的网络位置，有的搁调工开出甲民调电脑边的高倍率来乘人热度。6都的市长候选人拢有开赌盘，嘛因为这个网站是来自境外，可能搁有散布假消息，要来影响选情。高雄警方嘛有查到类似的案件，已经找到一个敢若是人头小号的姓曾的嫌犯。假借台湾各县市民调及前赌分享的名义，吸引赌客。FB 下面并留有赖，来吸引赌客上来。选战拼甲当日，屏东县警方另外搁查到博缴集团开出乡镇市长级的赌盘，目前有追查到组仔头、干部等6个成员。警方嘛强调，袂互买票甲赌盘影响到选举的公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警方指出，讲最近台东的大埔、东河，佮有地上成功，拢有民众行伫路里，互车弄掉的意外，嘛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哦。有1件是啉酒驶车，另外3件是发生伫省道，因为路上过暗，驾驶看袂清楚，造成意外。县政府嘛已经建议公路局爱改善。10月12透早，台东县东河乡第11线一个回人要过车路，所不幸互机车弄着死亡。10月12同一天暗时，伫台东县大埔乡第9线，有一个路人不幸互小货车弄着死亡。为监视器画面员看到11月7日暗时，伫上乡第9线有游客行伫车路，为驶过停伫路边的轿车，所不幸互后面的车弄着，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11月7日暗时，伫成功镇第11线，各有路人互车弄着，各造成1人死亡。事发当时因已入夜，且现场完全无路灯照明。警方分析，这个月有4个路人被弄，而且拢是老大人，其中只有1个是酒后驶车，其他拢是因为无照明、视线无好、甲欠人行道甲标示。啊，不过发生的路段拢伫省道顶悬，县府已经向公路局建议改善。我们已经新闻给这个公路总局，希望说针对这几个路段，是不是加强去检视有关照明的部分，还有就是是不是应该增设这专用的人行通道。因为即马是冬天，日头落山时间伫下晡5点左右，暗时时间变长。县府呼吁民众，尤其是老大人，爱穿较野白衫出外。警方也加强伫较出代志路段，肯警示停号，提醒赛车人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中港运通公司退休的船员，讲因一世人为公司打拼，结果公司刷起因要退休的退休金来动骹手，佮打压争取权益的劳工哦。因要求公司应该甲因应得的退休金全部还印。我们在船上喝风喝浪的时候，你们在那边1年领60个月、30个月，请问你们那些高薪，你们领的心里安不安？退休船员就满8个部门讲出来，11日伫判伊控诉中港运通公司将因的退休金摘去。站出来的这一些只是少数，每天中钢大楼下面都有12到14位的退休同仁站出来表达他们退休金给付不足的这个诉求。抗议的行动已经进行伫要3天啊！这个船员表示，因一世人替中港运通公司走船，认为家己就是公司无定期的员工，所以因为因签的是定期契约，算退休金的时阵就吃亏啊。退休金补足，退休金补足，勿再欺骗劳工，勿再欺骗劳工。今年9月，高雄市劳工局解职协商，中港公司表示，敢若愿意加付50万，船员无满意，双方继续拍官司。船员批评公司甘愿开600万请律师来剥削劳工，嘛无愿意给因退休金。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诉求金额，跟中运这边所依照相关，他们在对于从船员法的认定上的一个差距啊。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双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共识前提之下，当然只好借助现有的一些施法。劳动部的代表伫记者会顶悬表示，到底算定期，也是无定期，也是按照个案的状况来处理。劳资双方继续争，也是无共识。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法务部之前颁奖予退休的法医肖开平等人，感谢因对法医工作的奉献，也毋过引起民间事改会不满，今仔嘛去法务部抗议。因是质疑讲肖开平过去有真侪届错误的刑事鉴定，凭什么得奖？
伫艺术节进前，由法务部长蔡清祥亲身颁奖，表扬真侪艺术投入法医工作真侪年，伫这个领域做贡献，甚至一直服务到退休。不过得奖才过3天，其中有法医互人质疑无资格领奖。万南当事人戚自强对民间事改会去法务部抗议，控诉法医肖家平真侪改做错误的刑事监视，煞变作冤案的帮手。戚自强讲，伊家己嘛受害，尤其官司过真侪年，捌互人判死刑，到尾才得到平反。就代表他以前对我们做的都你都认可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啊，很夸张啊，我觉得很夸张啊。真的啊，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难看啊！到底我们情何以堪？唔那起自强案，司改会也批评，亲像苏建豪案、江国庆的案件，肖家平的鉴定报告拢欠缺专业，致使冤案再发生，要求法务部撤销伊的法医首奖。法务部对于司法科学不努力的去改进制度，不检讨成因，竟然还要颁奖给这样的一个法医。法务部派官员接陈情书，暗过对民间司改会诉求无愿意加做评论。一个前卡互肖家平，拢还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2天台湾体育的大消息是，前美国职业篮球 NBA 明星球员魔兽霍华德宣布要加入咱台湾的职业篮球。昨下伊飞来台湾哦，有真侪球迷伫机场接机哦。桃园分霸比赛门票伫昨中昼开始卖，6万张的门票随着拢抢了了咯。Hello, welcome to Taiwan. 208公分的新冠，一路飞机就马上请大家眼光。NBA 有名球星魔兽霍华德，现在按时坐飞机到台湾，要加盟台湾体育联盟桃园分霸球团，超过200球迷来接机，和霍华德一路飞机就感受到台湾球迷热情。霍华德看到现场这么多球迷是笑嗨嗨，也展开双手过空当球迷。搁停下来为现场球迷签名，也有人早珍藏真贵的球衫互签名。那刚签到球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哇，他终于拿了，刚刚有哭吗？还是快了？我今天回去想到应该会哭。其实就是听到他能够来台湾打球，很开心。我大概疯了一整个早上，我叫他缺氧。霍华德过去4摆来台湾，这摆第5摆要加入体育联盟桃园分霸，和球团拢真期待，因家这已经是 NBA 上好中锋，而且8摆就选明星赛，台湾拿大史上上大咖英雄合作。一个 NBA 等级这么优秀的球员，他在 NBA 的时候都是很清楚去分享球，去让每个球队都有一个团队一个打法的一个作用。我也想看看跟这些后卫交流或是配合的这过程中，可以吸取他一些这样的经验。魔兽伫台湾初登场门票，7点到12点开始卖，19主场不到5分钟就卖了。前4场主场门票也伫10分钟内就卖了。在现超级吸票机的位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亚洲博胜球锦标赛，当地约旦安曼的比赛，咱台湾有10个选手参加。博胜球女王陈亮琴已经进入女子70公斤级的决赛咯。东京奥运的铜牌黄晓雯，佮有吴诗怡，佮有男子选手赖祖温摕到铜牌。赖祖温的这块铜牌哦，嘛是11年来男子选手伫亚锦赛的头一块奖牌。博胜球亚锦赛男子63.5公斤4强赛，穿蓝衫，咱台湾的赖祖温是得到穿红衫乌兹别克新生代选手阿普杜拉耶夫。头一个回合，赖祖温是主动攻击，煞无法度突破对方的防守，几落届互伊逼到边啊。第一回合赖祖温是0比5较占势，第二回合甲第3回合阿普杜拉耶夫是无改变战术，赖祖温是势面较歹，2回合的裁判互伊的分数拢较歹，最后0比5输去摕到铜牌。但这面铜牌是结束台湾男子选手伫咧亚锦赛11年无奖牌纪录。虽然台湾甲约旦有5点钟差别，赖祖温甲教练伫咧当地透早6点分享这一届的成绩。这一面奖牌在台湾男子拳击运动的推广上极为重要。这一面奖牌证明了
我们台湾男子拳击运动员也可以站上亚洲，放眼奥运的。木姓具协会指出，男子木姓具伫咧国际竞争真激烈，台湾选手要出头真正无简单。即届赖子温是连赢3场摕铜牌，希望男子木姓具竞行，互大家重视，嘛有更较侪经费来投入。记者就新志明综合报道。11月2日特别投票，妇女身体基金会是表示讲，今年因无看到有任何候选人也是政党有提出任何的承诺要来支持女性参政哦。伊嘛呼吁讲，地方政府的内阁应该爱提悬女性的比例，嘛爱设性别平等办公室。政党的参选人嘛应该至少爱提名1/3的女性。加油加油！耶！选举期间，春播过过，街头巷尾会当看到女性候选人扫街拜票。不过，妇女身体基金会认为，女性力量袂当干那画口号，应该对实体来解决。像地方政府的小内阁，女性比例应该超过40%。我们其实看到现在的这个各县市目前小内阁的数据，大概都没有任何一个县市是超过40%有女性，绝大部分还是以男性局处首长。甚至我们发现到宜兰县只有4.35%的女性，而且其中那个老实说还是主机处长。另外，妇女身体认为爱深化各县市政府设立性别平等办公室，因为即马敢若7个县市有设专职人力，因嘛希望提升妇女保障名额，政党应该以1/3性别比例的原则建立提名原则。我们立委的这个部分已经超过40%，那基层的话，其实大概是在2%到3%。这个制度改革的话，就是说可以预期，就是那个基层参选的女性数量一定会增加。妇女身体表示，女性参政最近几档有进步，不过若参男性的权力甲影响力来比拼，搁差真济。记者调李克凯台北采访报道。儿童权利公约第2届国家报告的国际审查会14特别举行哦。今仔早起有13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台湾儿童权利公约联盟，嘛分析咱台湾伫最近这5档儿童人权的状况，那么做伙来了解。13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台湾儿童权利公约联盟，会在举行记者会，针对国内儿童权利公约实施现况来提出问题。至善基金会指出，目前校园依然存在对少数族群离校的福利污名，不管是老师无小心讲出原住民有加分，唔免特别拍拼的话，或者是对待家境较无好的学生无顾到隐私，拢会对因带来伤害。校园的广播，他只要随口一播说，谁谁谁要领福利的，到办公室来领，这样子一句话，他就会被同学们标签啊，你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这样子对孩子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歧视。台湾性教育协会嘛指出，离校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提悬嘛值得注意。上新的统计，国中生发生率5.7%，高中嘛10.7%，有逐年咧成长的趋势。但学校所提供的健康甲保健教育不足，青少年常常无清楚风险甲代价之下来发生性行为，就算拄到问题，通常嘛求助无门。最重要是要有给青少年认识这个讯息的正确的管道，专门给青少年打造的网站也好，然后咨询专线也好，目前这2个都停掉了。面对14号特别展开的儿童权利公约第2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儿童公约联盟嘛提出替代报告，除了顶头的问题，其他包括离校身心健康、安置、性剥削、不当对待总共10大诉求，呼吁政府赶紧来提出改进的措施。记者嘛曾志成台北报道。来看立宪基金会规划一个是爱情吧的展览，来讨论青少年的爱情哦。基金会是表示讲，感情的教育是比事后的防治愈重要。望讲家长甲囡仔会当透过这个展览来沟通感情的代志。幕务中的雷声就亲像是青少年伫成长过程，想要甲厝内人分享爱情，却毋敢开嘴的心情。立乡基金会举办展览，将青少年的爱情生活写做侪短篇故事，邀请大人囡仔做阵来了解青少年的感情世界。因为无讨论，拄到困难的时候，毋知要找啥物人。感情有真侪无共款的样貌，所以讲，阮就经5个
伫阮发现青少年的感情内底5个主要的故事。李雄表示，虽讲现主时社会风气较开放，但是青少年面对爱情，也是会因为碍脚，也是家长无接受，都唔敢甲厝内人讨论。李雄也拄到真侪这款案例，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做校园性病事件，家长才知影家己的囡仔当咧谈恋爱。处理的时候，其实家长都要有很多的心理的建设或者心理的冲击。譬如讲，我就感觉我的查某囝真乖啊，谁会发现这个问题？有真侪这款的心情的转折，其实嘛是阮咧服务青少年的过程中间，嘛爱帮助因的家长去处理的这个问题。李雄表示，也有真侪案例，因为家长对囡仔爱情世界无了解，导致亲子关系也对咧变歹。李雄认为，家长若要了解囡仔爱情世界，会使先为日常关心来做起。上重要的是，莫用教师的口气，态度开放来对话，就可能通下出第一步。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来看台铁为着要庆祝台中的追婚车头建站100档哦，今仔早起推出买4张印111年11月10日的车票，就送1张追婚100必赠必胜的纪念车票。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排队等要买。民众排到乐乐堂，对车票通一路排到车头头前的大厅。代替追婚车头，今年拄好熄站100年，11月11推出纪念活动，只要买4张印111年11月10日追婚成功的美籍车票，就会当加换1份追婚100必赠必胜的纪念票卡。透早9点开始买，有人5点就来排队。一个考高中，一个考那个国中啊，另外一个是准备要升国中，那也是一并那个提早祝他能够金榜题名。有的民众是专工对苗栗彰化来，因为每一个人上济会当换4份纪念票卡，可以当去当纪念印仔，收藏送人2相期。代替表示，纪念票卡限量2000份，换了为止。邀请民众共同来庆祝车头的100年历史，嘛祝福考生大家拢会当金榜题名。只要购买4张追分成功的名片式车票呢，就可以兑换一个我们今天的追分成功100战100胜的纪念票卡。同款要抢这波双11的，有高雄邮局推出1万份高雄公墓11封套甲光批，会当去当连续9月1的邮批印仔，真有收藏的价值。干那要送无咧卖，嘛吸引真侪民众来排队。刻意来的，因为我们有在集邮都知道这个东西，以前999的时候也是有弄过。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高雄邮局特别制作我们光芒11的信封跟明信片。局长伫城乡邮局的集邮中心，佮特别展示40年当邮批印仔功力，当出高雄的第一张纪念批，2间国营事业对着这波风潮，嘛互铁道迷佮集邮迷之间增加媒介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哦，心情无好，特别想要食甜的。咱来看台北有一个真少年的点心师傅哦，伊逐当拢会去偏乡学校教小朋友来做点心。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查囡仔，伊是安怎用点心，互人感觉温暖幸福。有没有开始变成面？好，来这你们可以了。双手拍拼的糯米粉，甲可林布甲配料掺入去，伫老师的引导之下，分装落起内底。放落烘箱烘20分钟，一条一条香滚滚的鸡卵糕就出炉啊！这是云林东阳国小烘甜炉的课程。来上课的老师是位台北来的甜炉师傅李奇峰。7年前，李奇峰透过公益教育媒合平台，开始去偏乡教囡仔做甜炉。我看奇芳的理念跟阮学校的食农教育的理念是一致契合的，所以感觉奇芳这一定会带给小朋友足侪知识啊、营养啊，还有乐趣。阮一透早来就是教囡仔做鸡卵糕，然后讲这鸡卵糕的故事，然后讲这食物学原理，互囡仔知影讲这米粉甲米谷粉的差别。云林县东阳国小全学校敢若有40个学生，伫遮读册虽然是真快乐，不过大部分学生的家长因为爱趁钱，会当互囡仔的教育资源甲城市的家庭来比就有真差。李奇峰因为嘛是伫咧类似的环境大汉的，所以伫咧甜炉的领域得到肯定了后，希望会当回归社会。
伊带东坡去偏乡甲做田路，互囡仔伫咧成长甲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当感受到父关心的温暖。好了。迄当阵就是有一阵少年拄来阮学校来教册，陪阮拍球啊，陪阮读册啊，陪阮写字，陪阮阅读写作。我即马有能力，想要去像遐老师赶快去影响别人，我会当去付出。我想当脚踏车教练。我想要环岛去教小朋友我会的东西。基方毋若家己做公益，嘛鼓舞分数片的同伴，像在连续几啊天住伫学校，甲囡仔互动。伊毋若是甲囡仔做点心尔，搁较侪是真心的陪伴。希望透过偏乡服务的行动，或者囡仔对未来有多元的愿望，勇敢去追求梦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今年有编一套台语的课本哦，内容拢是屏东的人文地理甲在地宗教文化。总编辑是讲，伊希望用挖进囡仔生活的内容来增加囡仔学习的兴趣，嘛，互囡仔会当对地方有发深的认识。掀开古锥的台语课本，内底咧介绍屏东的地号名、宗教活动、气候、生态等等。这是屏东县府今年带头，专门以地方的人文特色所编的台语课本。往常的教材可能跟孩子的生活比较脱节，没有情境化，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针对我们屏东在地的元素、宗教、文化，然后食衣住行，孩子都可以接触得到。担任这套课本总编辑的理工国小校长陈基南表示，这甲以往写着全台各地台语课本无同，这套课本是针对囡仔的生活环境所编，希望透过这款教材，促进囡仔学台语，卖当如了解在地。咱屏东家己编的，较早的大部分内底拢是写一篇文章，毋过就像头拄仔讲的，这代课本是用足侪款无共的文体，我会真欢喜，我嘛真期待会使用这本课本来上台语的课程。了解咱家己的社区，了解咱家己的文化。农村的人唔知渔村的代志，咱可能伫原住民的部落唔知离岛的代志，会当我们对屏东充满着这个想法。屏东县用本土的语言深入介绍本土的大细项事物，希望互囡仔学台语愈深识，互课文愈在地，愈活进生活，通好达到传承语言甲文化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